咱继续关心屏东雾台飞龙水厂的寮溪意外，10个人去寮溪有救到5个人，不过造成2个人死亡，即卖还佫有3个人失踪。昨昏有找几工，不过也是找无人。加上景山区会上大雨，所以搜救队伫昨下晡4点的时就已经先撤离，今仔日才会继续找。前一天钓伫水中的遇难者透过燃料转接线上平台，透过直升机吊挂要出来转去。也毋过目前有5个人失踪，警消民间团体分成4组，日透早继续找找，锁定100米以下、60米以上的水墙这大水穴，因为未少装备衫拢伫遮出现。100米深潭这里往下搜寻，然后另外第3组的部分会从60米的这个地方，60米深潭这个地方往上搜寻，因为预料这个地方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搜寻重点。100米瀑布跟60米瀑布这一边，那第2步的空拍机，我们就是从古川大桥以上，我们来做空拍。官府初步将失踪3个人是2男1女，也毋过规工找找也是无发现失踪者。加上山区恐惊有地渐阵雨甲雷雨，管好人员安全。下到4点半左右，搜救人员陆续退回。检警精神脚步也无停，脱困的5名生还者4个人已经做完笔录。生还者讲，10人是烧酒前往，出发迄天的早起天气真好，也出日头。有5位嘛，那有4位。已经回来到我们的离港分局侦查队做完笔录，那另外1位因为身体不适，所以请假当中。至于我们的笔录内容，因为是侦查当中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公开。屏东地检署表示，日下昼已经完成2名罹难者遗体送验，初步认为死因拢是在新进前渡水，也陆续讯问相关证人甲证据调查，厘清责任归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